冇事嘅。大家好，阿毛啊。照舊啦，塵世間有兩種浪漫，一種係相濡以沫，另一種係相忘於江湖。咁啊，睇下有乜嘢浪漫完係要忘記江湖先。開返關之後呢，澳門嘅遊客越嚟越多，競爭力亦都越嚟越強。到底係後浪推前浪啊，還是前浪反撲返後浪呢？不過啊，點都好，正所謂流水不爭先，要爭嘅係滔滔不絕。咁先前都報道過2023年第4季季度排行嘅餐廳，今集啊就嚟介紹下呢一間喺後浪湧上嚟嘅星星之火，點樣同皓月爭輝啦。咁首先啊講講呢間自助餐廳嘅菜品，其實間間都差唔多，來來去去都係粵式、中式、歐式同埋日韓嗰啲，集百家所長於一身。傻啦，我長處只得一道。至於菜品數量呢，30道左右啦。當然，相比起有啲米芝蓮大品牌嘅場呢，其實算係中規中矩，唔算太多嘅。不過啊，唔使太灰心，每一間出咗名嘅場呢，都係由籍籍無名嘅小蝦米做起噶嘛。俗語都有話，一步一腳印，衫褲都要慢慢襯啦。要襯㗎！跟住就講講用餐房間佈置，全部都係有諗法、有睇頭嘅主題房，食起嘢上嚟咯，都有 feel 啲噶。不過啊，只限於佈置啊，如果想再同你玩另類遊戲，係要另外收費㗎，幾嚿油咯。至於用餐時長又點呢？間間餐廳咧都差唔多，如果唔諗啲新玩法出嚟，點突出到自己，同啲網紅場困啊？玩法咧轉頭我會講。跟住用餐時段咧就強烈建議係傍晚6點後，因為飲早茶嘅菜品咧就會少好多，主打都係 dinner 晚飯為主。另外揀菜品咧都係行 T 台模式，同呢一間出租車中心係一樣。雖然係一樣，但係不求同別人比，但求超越自己。好啦，講咗咁多，不如馬上出發睇睇咩收費以及用餐時長啦。正常食法，粵式自助餐2張尾左右啦，用膳時間60分鐘。好啦，新玩法記住，以下所講套餐選擇1或者選擇2都係可以食2輪噶吓。中菜自助餐3張尾，享用時間80分鐘，2輪啊。好，下一個西式自助餐4張尾，選擇1用膳時間80分鐘，選擇2西式加粵式，同時享用時間60分鐘。跟住高級中菜，可能係佛跳牆之類啦，要5張尾，選擇1都係用膳80分鐘，選擇2中菜加粵菜，同時享用時間60分鐘。最後啦，壽司或者高麗參出晒名啊，唔平噶啦，要6張尾嘅。選擇1用膳時間都係80分鐘，選擇2壽司或者高麗參加越南河粉，用膳時間係60分鐘。重複一次啊，選擇1或者選擇2咧都係可以食2輪嘅。80分鐘就應該冇問題。至於60分鐘咯，就睇各位胃口以及用餐速度啦。如果大家個胃唔係咁好咧，就揀翻選擇1，免得到時個食相唔好睇啊嘛。弟子閣下，我醜樣。咁照舊啦，另外仲有 coupon 嘅，就放喺下邊留言區。此外咧，就仲有甜品送添，就同呢一集嘅例湯以及呢一集嘅快啲體驗券係一樣。唔好問我咩嚟啊，自己翻去睇啦。最後啦，都係唔好話我叫你去，解決別人嘅困難，亦都係幫自己揾到問題嘅答案，幫得咪幫咯。大家記住點讚同留言，你哋嘅手指係我嘅動力，我會接受所有嘅讚美或者批評。讚美我更加有動力，批評我動力又會更加，最後都會冇事。我係阿毛，多謝大家，再見。